喂，吊天花唔小心，隨時會變含笑半步崩啊！天下第一奇毒，幾時輪到你哋一日冚包散？應該係我哋唐家嘅含笑半步釘至啱。Hello 老細，我係 Louis， 就好似功夫入邊咧，虎頭幫劈錯牆，裝修翻工，痛過俾火人邪神冧一拳啊！點練㗎？第一樣材料咧要揀啱嘅，咁客廳咧千祈就唔好用普通嘅石膏板啦，潮濕天會發霉噶，咁要揀翻啲防潮款啦先至穩陣。咁至於喺廚房嘅衛生間咧，咁梗係集成吊頂啦，防火又防水，打理起嚟又方便。第二，龍骨咧一定要夠力噶，煮龍骨咧要揀50型以上，膨脹螺絲入牆至少3公分，間距咧唔好超過80公分嘞噃，咁先至唔驚震到散啦。咁仲有燈位咧，一定要同師傅講清楚嘅尺寸啦，喺龍骨之間要留翻15公分嘅空位，最後咧叫師傅畫張圖，咁後尾維修咧就唔使驚亂啦。最後咧嚟到我哋呢個高度啦，高度咧就唔好太貪心，正空高如果唔夠2.7米，逐個步吊頂就 OK 噶啦噃，否則咧會好壓抑噶。比較特別嘅係呢套房咧，業主係要做華為全屋智能家居，尤其是中意智能燈光，所以軌道燈同埋筒燈位置要同師傅講明白，線路要預埋要夠，否則咧加節開關都好難啊。如果你想藏，例如話智能音箱啦、傳感器喺天花，叫師傅預埋線槽同埋位置，留翻一個小維修口，維修唔使插頂。咁吊頂材料咧就唔好用太厚嘅石膏板啦，路由器附近咧要留翻個空間嚟透氣，否則智能家居都變傻仔啊！記住呢幾招吊天花先至可以講嗰句，我養你啊！返工唔存在㗎。